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这摆 Lisa 要带大家去台北吃好料的。食饭之前，先来饭店寄阮的行李。这间饭店是阮伫网络顶悬找到的，无讲介贵，而且阁真舒适哦。行李寄了，就行路来这间离阮饭店无讲介远的餐厅来食这间鸡素吧。这间店伫台北乐谷顶悬有3.73尺哦。这间是排队名店，不过阮伫伊一开门就来啊，所以无排着队。要入去餐厅进前，爱先伫机器遮点菜，钱纳了摕餐券入去。阮这摆是点2份鸡素吧加肉寿司，1份鸡韵面素吧加肉寿司，1份这间本店限定的 Q 开鸡素吧加肉寿司。Q 开鸡素吧就是用鱼啊，也是焙落去控的汤头的韵面。伊的鸡素吧有够好食的，伊的汤头是用鸡仔落去控的鸡白汤，出菜进前阁有淋一寡鸡油来加添规碗面的香味。面顶悬除了有放肉以外，阁有放煎五宝哦，真正是好食甲会搭子。鸡韵面素吧是用鸡肉落去控的鸡白汤，伊的汤头韵酱是比鸡素吧的汤头较高淡薄啊，而且伊使用的是较粗淡薄啊的面，嘛是好食甲会搭子啦。Q 开鸡素吧的汤头是用鱼贝甲海带落去控的，面是特别为着这个菜单制作的幼面。阮在食足入口的，而且完全食会到这海产汤头的鲜度，真正嘛足推荐的。肉寿司的肉有够大片的啦，嘛足好食的哦。饭食了，随来天神桥筋商店街，来这食足有名的可乐饼中村屋。伊的可乐饼气味甲其他的拢无共，我10当前食了就一直销量到尽，这会当讲是我食过上好食的可乐饼。可乐饼食了，就到附近的天满宫参拜一下。天满宫所服侍的是学问之神官员道真，会当讲是日本的文昌帝君。有要考试的囡仔，有来日本的时阵，会当来参拜一下，有拜有保庇哦。刷落来要带大家去食的是这间乌兰，这间店人讲是台北上好食的乌兰店，排队的人嘛足多。不过因为伊是本店较细间，位嘛较少，所以店员就叫阮行去头前伊的分店遐去排队。这边的人嘛足多，不过坐落来开始食了后，感觉排队真正是有价值的。伊的乌兰真正有够好食的，尤其是迄个菜头有够入味，有够好食的。倒来饭店，甲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间饭店无讲介贵，阮4个人住的这间差不多5000台票有走。伊的1楼有交易厅，下早是食早顿的所在，下暗有开放互大家伫遮休息。有囡仔的会当互因伫遮耍，因有提供一寡佚佗物仔，因阁有提供一寡免费的饮料哦。到楼顶，因才有提供一台冰角机，嘛有一台微波炉。若头拄仔阮包乌兰转来，才就会当烫啊。转来到房间，伊才有一台冰箱，嘛有杯仔甲烧水机。这边有一条碰椅，嘛会当当做眠床来困。这边有2顶眠床，有一台电视。
边有一个桌仔，顶悬阁有一个镜呢。这边是浴巾仔。下骹有浴巾。这内底是洗身躯的所在，洗头水、杀蚊膏嘛拢有，这嘛有一个浴池，这完全就是我上介意的浴巾仔型。为浴巾仔出来，头前有一个足大的镜，镜的边仔是便所，无讲介大间，不过会当接受啦。甲大家介绍一下，这边的物件，亲像起锅、起面螺啊，要用啥的？伫下骹柜台遐家己摕。这边的物件，亲像面油、化妆水，伫爱甲工作人员讨。下早仔来木金市场食海产。先买一寡物件来食，饲料洗了，出来外口食海鲜冻。这上有名的就是这间排队排有够长的海鲜冻专门店。不过因为排伤长啊，所以阮来食伊边仔的迄间，这间嘛袂歹食。重点是唔免排队排遐久。最后来这间伫道顿区附近的店来食伊库拉冻。恁看这伊库拉满，干贝嘛遮大片着，食了有够满足，有够幸福的啦。好，以上就是咱这摆的台版食，互大家参考一下。我是Lisa，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